哦，小兄弟，你总算来了。龙三少爷一直在找你呢。我家里有点事儿，回趟老家，昨天才回来。哎，你赶紧帮我通知龙三，你就说今天晚上我在京城第1酒楼等他请我吃饭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告诉他。老大，你这一走就是2月，也不通知小弟一声，害得小弟是日日替你担心啊。我走的时候本来想跟你说来着，但是我哥哥把我拦住了，说要赶路，就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？不过呢，现在已经解决掉了，没事了。解决了就好。来，小弟敬你一杯，算是给你接风了。干了。哎，对了，龙小弟，你下次如果再有急事儿的话，你就派人去东14胡同的慈航药铺找我大哥，我大哥叫李建清，郎中。好，座谈问诊的。我记下了。哎，皇上有没有查到那个勾结鳌拜的内奸啊？暂时没有，宫中太监有几千，能接近皇上的又有几百，大肆追查的话，只怕会引起鳌拜的注意，所以皇上也只能暂时隐忍了。哎呀，我查一查你的毒解没解嘛？来，让本大先给你测一测。不错，你的毒已经解了。皇上的呢？当然也解了。皇上龙颜大悦，说呀要重重的赏赐你呢。真的假的？龙小弟，我发财了！我发财了！龙小弟，我发财了！你知道吗？这次回去啊，我给我的兄弟姐妹们带了好多东西，他们看到以后可开心了。我看到他们开心，我就特别开心。看着老大的笑脸，小弟的心里也是很开心啊。不过，这皇上毒解了，鳌拜会不会起疑心啊？他会不会想着别的法子再害皇上啊？你小声点吧，皇上哪有那么傻呀？当然是继续假装中毒，掩人耳目了。再说了，近日袁州知府突然失踪，鳌拜正在亲自查办此案，没空顾得上宫里的事情。袁州知府失踪了，那会不会被人暗杀了？很难说呀。近日明珠谷的乱党活动猖獗，这袁州知府失踪之事多半与乱党有关。鳌拜已经加大了对乱党的清剿力度。老大，小弟知道你一向喜欢行侠仗义，可最近这段日子你可得千万小心，别做什么违法乱纪之事。知道了，龙小弟。吃吧。吃饭。